镜头转来到国内云林好尾科技大学大楼的实验室半暝着火，消防局赶到现场，伫咧半点钟内把火拍花，加在无人受伤。若着火详细原因，要搁爱调查。日半暝1点外，好尾科技大学宿舍区内集能大楼过烟蓬蓬清，消防局接到校校通报，紧急派人甲出动几只车去拍火，加在30分钟就把火拍花，着火面积大约10平方公尺。刚好在凌晨1点09分的时候，是为普科大的那个飞机工程师的实验室火警哈。那我们到了现场之后，立即布铁线进入抢救哈。那现场发现内部燃烧为杂物了哈。那时间在1点40分的时候将火势扑灭。锂电池的部分哈，因为我们出动技术哈，这样将那个火势及时控制哈，所以并未燃烧至那个锂电池。消防人员表示，加在短时间内就把火势控制掉，无烧到实验室内的锂电池，让学生赶紧去这边大楼把实验作品摕出来。校方表示，目前着火原因搁要调查厘清。在目前就火调人员在现场的一个勘查，那初步的一个勘验是在我们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材料区，那真正实验室的部分是都没有毁损，那一个材料。也就是说，实习材料区的部分有部分的一些毁损，那人员的部分全部都是安全的。校方表示，发生火灾了后，除了通报消防局，校方科系主任、实验室同学拢赶去现场。加在着火所在是飞行机械后壁栽了几十物，接下来总务处会进行全校消防、水电、结构各方面总检查，维护学生的受教权甲安全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